Hello，我係 YC 環保大使 Livy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隻卡牌遊戲，叫做綠色技能大激鬥。準備好未呢？3、2、1，開始！我哋隨機抽出2張牌，喺牌上面你要揾出 YC 環保大使，上面有個號碼係2號，然後我哋就要鬥快讀出另一張牌上2號嘅綠色技能，即係共享工具計劃，最快嘅就可以得分。如果2張卡都有 YC 環保大使嘅話，我哋就要鬥快讀出2個綠色技能，好似而家呢個例子咁。左邊環保大使1號對應另外一張卡嘅係縮短淋浴時間，右邊環保大使3號對應另外一張卡嘅話就係綠在區區回收站。不過有時候你可能揾唔到環保大使，喺呢個情況下，我哋就要鬥快揾出2張卡上面相同嘅綠色技能，最快講出就可以得分。我哋遊戲入邊有超過30種綠色技能，咁大家玩完呢個遊戲之後呢，記得將呢啲技能應用於喺你嘅日常生活當中啊！希望你哋會鍾意呢隻遊戲啦，拜拜。